左上邊電子區入啲實體票，左手邊開定 QR code 嘅嚟排隊。開定 QR code 先入嚟，未開。左邊電子票，右邊實體票，左手邊開 QR code，未開唔好入嚟。開 QR code，QR code 要開先入嚟。右手邊實體票，右手邊實體票，右手邊實體票。左手邊 QR code，左手邊 QR code，開定 QR code 先入嚟，未開唔好入嚟。右手邊實體票，右手邊實體票。